所以这消息是为了救鸟，救甲家己有危险，因为呢，这是嘉义一个国二年啊，这个学生囡仔，伊救因兜饲这个猫，为厝内阳台这个3楼爬起哩这个铁厝顶，讲要到无尾巷去救伊的猫，无小时煞跋落到1楼，互伊本身甲这只猫做伙调咧，拢需要人解救。目前就是发现有一个小弟弟啦，现在在1楼。 消防队员出动救人，一名高中生爬出阳台想要救猫啊，无细致跋落到1楼，受困得要1点钟。想要怎么救他救不到啊，儿子就着急呀。没有，现在主要是儿子掉在里面多久了？应该有1个小时。我现在要怎么？2楼有没有人住？1楼人住吗？这一栋是没人住。2楼没人住哟，现在这一栋的2楼没人住。也咧研究地形，想讲安怎救出来时，这高中生咧已经家己脱困。 你从哪边出来的？那边有门啊。这个爱鸟高中生找到无人住的厝，对后门探到这个前门，就安尼出来。他很喜欢跑出去，他有时候跑出去就是去阳台。鸟咪无代志，但跋落到1楼高中生拢受伤。好像也有。脚就是这里啊，然后还有这里。哦，就这个。那当然要上药的。对啊，这里。 消防队表示，鸟的特性就是活动力真强，爬到悬的所在，伊无一定跋倒落来。若是无险去救，颠倒容易害家己受到伤害。